导演钮承泽涉嫌性侵剧组女工作人员，被依强制性交罪嫌起诉。台北地院今天首开庭，钮承泽庭后说，庭上向女生道歉，但他从来没有威胁强迫，抱歉对他造成痛苦，盼法院公正裁决。导演钮承泽涉嫌性侵剧组女工作人员，台北地检署检查出被害人胸部有钮承泽 DNA， 下体有新伤等。2月初依强制性交罪嫌起诉钮承泽，并以他犯后卸责，态度难任良好，建请法院处以适当之刑。台北地院今天首次开庭，不公开审理。仅针对限制出境部分进行调查讯问，钮承泽在庭后受访表示，限制出境部分，他尊重司法的裁决。记者问，有没有话跟被害女生说？刚在庭上算是跟她道歉吗？钮承泽回答，刚刚大概是这样。钮承泽强调，他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。他真的从来没有威胁强迫他人的意图，但是他知道造成这么多惊扰以及他人的痛苦或不适，觉得非常的抱歉，他一定会负起责任，不会逃避，相信司法会有公正的裁决。工作部分，关于复拍电影《跑马》，钮承泽说，计划还是暂停的，因为工作人员、演员、投资人都很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继续拍，但是他觉得目前应该要面对他人生中现在这个过程更重要。钮承泽说，此刻的他每天基本上就是跑步、打坐，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恐惧与寂寞，不断送出祝福给自己与这个世界。中央社察觉对方有性侵意图时，应冷静设法离开现场，并立即求救。若遭限制行动，勿过度刺激对方，千万不要抵死反抗。相信直觉，拒绝不舒服或不喜欢的肢体接触。睡觉或盥洗时，门窗要上锁。避免与有酒醉、吸毒、有暴力倾向或性犯罪前科的人独处。当对方出现你认为不妥的言行时，应立刻离开或制止。如遭性侵，应立即报警与求助信任的人。